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44个带病入境，在本土病例当中，甲西提餐厅有牵连的就7个。也讲到大南市市场的大头也有这件病例，目前是初步感染源。国防声讲，国民党立委周万安伫过年了后会宣布要选台北市长。郭文哲拒绝是甲国民党合作，强调就算哪里合作，民众党会选赢。台北市社岛的开发案今仔日宽屏通过，反对开发的自救会要经法律程序来撤销宽屏通过。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44个带病入境，加10个本土病例。一寡本土病例当中，甲西提餐厅有牵连的个案就7个啊。这防疫旅馆群聚感染案，搁再增加一个病例，是经过病毒的基因定序，甲本地市境外病例改做是本土个案。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即马开始对明仔载开始咧，除了这飞长途的机房以外，也会增加飞印度、东南亚航线旅客到台湾就要随做 PCR 采检。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9拜3新增加10例本土的个案，其中桃园、四体牛排互相烧话，搁再增加7例，包含1月初7家族斗阵食饭的阿公，一家7个人已经有6个人围着。1月初9有6个朋友斗阵食饭，对大人去的这个细汉查某囡仔也确诊。1月初9一家3个人来食饭确诊的细汉后生，伊读桃园华盛顿幼儿园的2位同学也确诊，其中一个爸母甲阿姊也确诊。刚才是这个华盛顿幼儿园就增加5例，其中有一位的同学的家里，他有姐姐哈，那爸爸妈妈一家4口也都染疫，哦，所以这是衍生出来的哈，哦，这总共是5例。另外，也有新北阿东病院护理师后生，伫出隔离期间出现症状，采检了确诊。新竹新增加1名女性确诊。100家确诊的一家4个人斗阵食饭，去过所在也甲联邦银行行员有共款的所在，是毋是互银行员围着也有待调查。上河指挥中心关心的是案例1819外族外汇女性，是桃园大南市场工作人员，因为是陪病采检确诊，感染源不明。目前它也不是我们看得到跟西提相关，或是联邦，或是歌友会哈，或者是机场，到目前还没有这些关联性。另外，之前确诊的阿东病院护理师的病毒基因定序也出来了，虽然也是为着 Omicron， 不过事例甲本土案情无关系，有可能来自欧美。另外，国内阁新增加1间防疫旅馆互相烧话，案例17082甲17298，2人有2天是住伫新北这间防疫旅馆，而且案例17082入境时就症状，经过这个病毒的事例比对发现，2个人的事例是完全都同款的，有是定调是防疫旅馆互相烧话案件，并且甲发病了案例17298改列做本土个案，这也是国内第6间防疫旅馆互相烧话事件。他们同旅社隔一间相关的房号所感染到的可能性为大，所以今天把这个1月6号公布的17298移入变成本土的个案。由本土疫情清悬，大家拢想要过来做疫苗。指挥中心讲，下礼拜也有一批新的目的来疫苗的到货，下一期也是有机会做会到。另外，为了及时来防堵这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对20拜四0时起，除了当地的航班，搁再增加印度甲东南亚航线航班的旅客实施落地来采检。检验的结果若是阳性的后送病院集中检疫所，也是加强版的防疫旅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中立的新街国小，也增加一个学生囡仔确诊。桃园目前已经有17个囡仔确诊了，而且这桃园的疫情也开始脱离到工厂电视公司内面。即马伫杨梅也有一间公司内面有确诊的员工。因来讲到咱正人拢会去的这个菜市啊，伫桃园的大南仔市场也有大头的员工染病，到今是初步感染源。市长郑文灿也下令讲，这市场就要休困3天，也会设一个临时的采检站。中立的新街国小，真侪人伫排队，更加有家长带囡仔陆续来到现场，因为这间小学有学生确诊，学校赶紧来开设采检站，予全校学生来进行采检。排队的人一路排到外口，有新街国小新增加学生确诊，学校19赶紧安排同学甲家长来检查。接到这样讯息，我们加强我们的环境的整理哈，因为我们寒假的所有的营队、所有的活动，在我们停课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暂停了。顶开采检的也有电脑的大工大厂林宝，因为表示3个无共部门员工确诊，为了避免工作场所互相烧话扩大，全厂1559人也进行第2摆 PCR 采检。这波疫情对风电公司到林宝变电厂、连锁电子厂员工叫话着，就算在杨门也某电子大厂也出现员工确诊。因为他上礼拜有去西体跟家人用餐，
那过程当中就好像就是被染疫了，全公司裁减，700人裁减，全阴性。厂区大消毒，除了一个生产管理部职员去画到，其他员工将近700人初步检查全部是阴性，规划300名员工直属分流上班。桃园的确诊一直爆出来，这阵北地的大南市场更加出现感染源不明，初步调查甲现有互相烧的案件无关的排档的人确诊。传播的途径还无法确认，那因此我们决定休市3天。市场来进行大消毒，就算市长郑文灿强调，确诊的这个排档的人生活真单纯，也过市场的人来去真复杂，也下令一日起有风险休息3天。这阵年最特别高啊，桃园的人流经济系统也增加新的景点。当然有用。如果说人潮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我可能就会错开。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多大帮忙，安全性做好比较重要。像我们这老人家就不需要。新增加老街区研发部多这4个景点，已经有警示灯好看及时的人流。民众看法无同款，不过桃园的疫情无较热，要甲病毒动起来，当然爱更加用心。记者综合报道。那是桃园即马连新德市伫今仔日又增加一个新的确诊个案出来咯。这个新的确诊个案是捌甲进前感染的个案，捌伫咧这鸭肉店坐工地倒食饭的。这位新增加的确诊者，伊的囡仔这学校也是预防性停课1天。指挥中心表示讲，这个新增加出来个案，捌甲联邦银行的确诊者，因的行踪有定他，究竟是甚物原因感染到的？目前也等咧调查。另外，新德市有5间大学也宣布要来取消寒假的应对活动。新德市伫一家伙4个人感染了后，19个新增加一个，按100-82，是一个30外岁女性。在伊个时阵，有甲感染这家伙的爸爸伫鸭肉店用餐，做伙5点外钟，互人可能名单中隔离采检确诊，其中共倒食饭的是阴性。伊个囡仔读册的国小也预防性停课1天。那这整条这个路线还不是很清楚。那不过经过我们医调人员相关的一个比对。目前可能有的一个线索，是18082，曾经在1月9号跟联邦银行，相关确诊者的足迹有所重叠。但市长表示，虽然有甲桃园银行员行大过顶塔，不过新的感染源爱搁查。新德市政府下晡公布100-82所行大过的所在，发现车狗伊捌去IKEA桃园店，甲桃园确诊者行大过同款。10-15有去新店巨城店，伫影城看电影《蜘蛛人》，下晡也进行消毒。点心所以当天这一个员工我们全部都有做裁剪那一样这些餐厅停业3天。林立坚表示，目前这个案扩大考虑做伙大的亲人同事，影城共一场的人客拢总97个人进行居家隔离，就惊疫情继续传开。20开始，各郡社区体检站会当随来随验。新德市5间大学宣布寒假应对大部分活动拢取消，也是该线顶举行。一定会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本来寒假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可以玩的活动嘛。如果今年也停办的话，等于是说我们那个活动已经有3年都没有办。阳明高中大学表示，除了营地全面取消，其他各系学会办理的体验营等也会退费。清华、宪宗、中华大学等也拢请学生囡仔爱注意取消的公告资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桃园机场的群聚感染案，到今已经拖到校园去啊！台北市大城宣布讲，到2月底以前暂停高中以下的寒假课程辅导甲社团的活动，来全部改做是线顶上课或者是延期。毕业旅行、校外教学等等的活动，拢要等到2月底才当举办。新北市即马也对咧实行啊，而且鼓励学校改做是线顶上课。桃园机场规定小话拖到社区，搁拖到校园。台北市大城宣布，为1月21至2月28，暂停高中以下寒假辅导、社团、学业活动等，改做线顶也是延期。校外教学毕业旅行拢延后到2月底办理。不过私立的安亲班也是补习班，目前无伫防疫升级的限制范围。新北市嘛同款，宣布寒假辅导、社团活动非必要就延期也是停办，搁鼓励线顶办理。若是毕业旅行，新北市有办理毕业旅行的4间学校，拢经法庭也是延期。上北积极推动疫苗护照。中央要伫20宣布疫苗数位证明细节。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对业者要求会比对顾客要求较悬。我们第一步是要求业者，而不是要求顾客。就是说，
我们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服务，这是第一步啊。那当然怎么使用，你怎么用，这还牵涉到技术问题嘛。所以通常是说，中央要怎么跟我们借一些，我们决定，我们知道它的技术层面以后，在某一个技术层面上要怎么做应用，这我们去讨论。针对中央第20期疫苗医药平台，一寡青壮年讲要做第3期对家声，拢无法度医药到莫德纳。郭文哲坦白讲，中央分偌济疫苗，地方是负责做。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莫德纳疫苗优先予中北做。全力在施打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有44万7千剂。那这些我们都是先使用来莫德纳。至于未来的第20期，基本上中央配发给我们的都是 BNT 为主。针对同机场规定烧话，摊到实体餐厅也规定烧话，陕北暂时是无禁止餐厅店内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凤山有一个对日本返来到台湾当咧居家隔离的查甫人，伊隔离到第13天的时阵去到病院做采检，落尾就找无到伊的人啊。家属通报疫调机关中心，去到伊居家隔离的所在找人，才发现讲伊人倒伫病所也已经过身啊。家属是真不满，认为对通报到救护车到位等待时间耽误点半钟，认为是延误就医，要提出告诉。侯太太讲到一半，就艰苦甲哭出来。因翁去年底对日本返来台湾居家检疫，原本过2天就会使解除居检，想袂到12号中昼有糖尿病的侯先生，因为身体无爽快，昏倒伫病所，伊无法度联络到因翁，赶紧通知医调中心，但对12点38分通报到救护车到位，竟然耽误点半钟，侯先生已经无喘气啊！为什么救护车就是没办法到现场？妹妹在现场看着哥哥，一直到没有呼吸心跳。2点06分，整个救护车确实抵达到现场，总共经历了88分钟。家属伫民代陪同下，19号开记者会，批评通报过程伤过啰嗦。对医调中心卫生所到李干事，搁倒来到医调中心，一直到家属1点外赶到现场，发现人昏倒了后，才派出救护车，耽误抢救的时间。高市卫生局解说，发现个案失联，赵定书爱先找到本人，确认失联的原因，才会使做后续的动作。他们还是得要去着防护衣，全套的一些防护设备。以及车辆的准备等等，会比一般的119去救护我们一般的非这个隔离或者是通报个案的流程，要稍微比较繁琐一点。对卫生、民政到消防局相关局处拢表示有照流程执行。防疫期间有一定的通报过程，毋是疏失造成延误，但一条人命就伫等待救护中离开，互家属决定对相关单位提告厘清事实。民代嘛要求各局处加强互相的联络，达通报甲救护的时间得加紧，希望莫有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2012年就要进行县市首长的选举啊，也有人伫咧风声讲，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伫过年了后会宣布要来参选台北市长。蒋万安伫今仔日是无正面回应，不过前台北市长霍龙斌是建议讲，国民党甲民众党会当合作，民调想赢想就出来选。郭文哲表示讲，就算哪里合作，民众党也是会选赢。2022台北市长的选举，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互看作是上届有机会替国民党甲首都赢倒转来人选。18中昼，伊请南亚名嘴食饭，讲成者了后会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蒋万安出面说明的时阵，是无正面回应到底敢会参选。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如何让台北市及早做好准备，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各项挑战。所以在吃饭过程当中，大家都有提出很多的建议和想法，我就聆听大家的意见。台北市长郭文哲今年任期就要到啊，外界对副市长黄珊珊接受参选是真有信心，因为黄珊珊也是亲民党籍，有风声讲民众党内底有无共的声音。不过郭文哲要当大家面，甲黄珊珊相挺，讲选市长无党籍真好。前台北市长霍龙斌是发出拿杯合作，蒋万安甲黄珊珊的民调想赢，想就出来选。我是很诚恳的建议蓝绿合这个比较切，而且他们有实际的合作经验，应该会合作的很好。市长，这样你们白会被夹杀掉蓝绿？我们会一个就单独打败的蓝绿合。
各位做事情好吗？不要每天逞口舌之快，好吗？谢谢。民进党中执会通过六都市长的人选，由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定调提名。目前较有受到讨论的人选，有前副总统陈建仁，甲前台中市长林佳龙，将会代表民进党来参选，受到大家关注。我们被点名的每一位，在防疫、在经济、在地方治理、在各式各样的领域上，都有他的贡献。那民进党未来不论推谁，我们都是一个团体战。那绿白三边的人选拢还未定案，不过各方的势力拢渐渐在布局，希望会当选了这届首都的市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早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不过国民党团透早就去占领主席台，阻碍会期进行。国民党加民众党拢质疑这修法的过程伤过赶紧，也无共识，也无行政院的版本。不过执政党的民进党为着要互这同时间审查的总预算案会当量早通过，最后是同意临时会期这个期间未来审查地方制度法。民绑架立法院，拖欠民绑架立法院。哪里互相批评，对地方制度法修法无共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透早6点外就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占主席台，到9点一定开会时间，委员会轮值主席民进党籍吴基明也是无到上台。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捌离开委员会，暗过10点，又转来到委员会，双方继续对呛。柯民最大，不是民进党最大，也不是柯建铭最大，更不是林智坚最大。为了化解乱象，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达善意，下晡2点亲身到内政委员会邀请国民党团参加调研协商，因为抑阁有总预算案卡关，最后民进党团让步，临时会卖审地方制度法，话预算会当赶紧顺利通过。应该要提出行政院的版本，这个我相信经过行政院院务会议的讨论。院会讨论呢，会比较完整，也比较完善。他们就是反对地质法，怕他们所有的条卡、所有黑金的通路全部断手断脚而已嘛。那你可以主张这样，我可以主张这样，让社会公平。新得出来的郭建明也再次强调，新德市发展已经出现困难，不过国民党团也希望地方制度法延后审查，会当让各界为各较侪角度来思考，找到对国内地方自治发展上适合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北市城岛开发案早起伫台北市政府进行环评审查，反对开发的居民伫市政府头前夜金纸，抗议市政府硬要推动开发。不过，这支持开发的民众是呼吁市政府是唔通再拖落去咯。经过3点钟的讨论，环评委员会最后决议这个案件审查通过。反对开发的居民伫会后举行记者会，宣布要用法律的行动来撤销环评的结论。反对城岛开发的居民，加银纸规大把也去空中。自救会不满台北市政府19举行城岛环评审查，也是无插因所提出的替代方案，执意要推动区段征收，所以讲拢是台北市长郭文哲。他为了配合财团碾压民意，我们认为他已经没有那种民主精神了。他的精神意识，我们就是用民间的传统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居民不满。下车道，那个蛋，下车道，那个蛋。市政府另外一边有支持区段征收的城岛居民，由部长呼吁赶紧通过审查。希望这一次就是台北市政府最后一次的环评，然后呢，赶快把安置的部分送到内政部，让我们这里安心。环评会早起9点半举行，34个民众登记发言，最后环评委员会认定相关计划甲恢复，会当预防甲减轻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案件通过审查。会后，台北市地政局长张志祥亲身向环评委员说谢。不过，反对开发的在地居民甲团团组织伫市政府外批评开发案，不管反对意见，无顾干道地区水灾风险的问题，因要用法律的方式撤销环评结论。里面有诸多的瑕疵，会带回去做研究之后呢，针对这些瑕疵提起诉讼。这届审查，台北市政府出动大阵警力，场外抗议民众和警察围调的，空往会议室的出入口拢有设关卡。进行高规格维安。本案第106年进2届环评，拢总经过10届审查。台北市地政局是讲，环评过关了后，是开发案会当继续推动的重要关键。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北市社岛开发案，这面积有302公顷，市政府强调是为着保护当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会用区段征收来做推动。这2个计划会影响到11000多人。不过老一辈当地居民也讲，这厝若拆掉，因就活袂落去啊。学者也批评讲，安尼做是对居民无够公平。伫个基隆河甲淡水河甲界社岛，淹过地势加开做大水，防卫措施限制起厝或者是工程的区域超过50年。台北市府为着要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出开发案，选定生态社岛的方案，以区段征收的方式来推动。不过却引起强烈的反弹，真情甲抗议不断。不过市长郭文德态度是打真的。这个是这样的，设置到1年过去了，我讲已经不能再功亏一篑了。在地人对这个开发案意见是真无共款，有居民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所在来翻新，嘛有人一个想到家己的厝爱红硬拆掉，目屎就死难水，讲活袂落去。厝要甲阮拆啦，地也要甲阮摕去啦。啊，阮安尼是要怎活会落，真无良心啦！我讲伊心肝是有够保护安尼。社岛总算等着改进，不过等着的却是强制区段征收。有学者批评讲，这是上界直接的剥夺财产权。根本是违反人权，不过台北市府强调讲，绝对袂以利益为前提。这就会反对的是区段征收，反对你已经建县建52年，52年已经剥夺我的发展权，你现在还要来剥夺我的财产权。我想柯市长他已经承诺，在这个开发案是否没有赚钱的任何打算，所有可能有一点点的盈余，我们愿意全部回馈给所有的市民。地政局讲，开发案会对居民带来冲击，因会尽量降低这个冲击，不过会继续进行区段征收的程序。也若相关的计划会送内政部审查，而且讲接续还佫有真长的路要行。也若反征收的居民，伊是讲会坚心抗争到底。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溪湖镇公所最近伫咧景点石家湖附近放4个货柜厝，不过说，予民众检举讲这是违章建筑。中华关建设处要求镇公所家己爱去拆掉。不过这2个机关是对违建的法律条文，说是有无共款的见解，来引起议论啊。中华关溪湖镇的石家湖环境是真清幽真水，当地无厝社区是客家庄。客家委员会去年捌补助1032万，予溪湖镇公所，因展开孙客庄亮点计划，其中设置4个货柜厝放伫湖边，予游客会当来休困，嘛提供予社区放摒扫的工具。不过，却被民众检举讲是违章建筑。它有定着在固定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依照建筑法第4条去认定，它有顶盖，然后也开门窗，好，然后它也有人在街使用的行为。好，所以我们才会认定它是违章建筑。中华关建设处表示，以建筑法第4条的规定，放伫遐迄个货柜厝，防认定是违章建筑，要求镇公所就要限期拆除。不过，溪湖镇公所认为讲，照内政部营建署的解说函，货柜厝爱有民众有咧住的事实，而且固定伫咧土地顶悬或者是地下，才算是法规认定的违章建筑。不过，这4个货柜厝，敢若是放伫咧遐尔，并无固定。后续会先找这一件那个建筑师来确定说他当时设计的时候有没有考量到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假设说他已经确定说认为这不属于建筑物的话，我们还会再跟，因为现在已经到县府了嘛，那县府如何认定，我们会再找建筑师然后洽县府说，如果有相关程序问题，那我们就是要配合改善。有违建的疑虑，就是要想办法处理，就是去厘清说到底情况是什么样子。溪湖镇公所强调讲，20个甲建筑师、营造商甲地方的民众做伙去会勘，理清当初设计也有申请的流程敢是有问题，而且讨论敢要改造休闲农业设施来送审，等收到县府的公文了后才做决定。也若县府是要求公所伫2月初10进前爱拆掉，若无就会立管强制拆除。记者综合报道。特别过年啊，真侪人拢去买花，不过这花农也烦恼讲，这会受到疫情影响，因为花要减少生产，历史过年爱用的花，即马是变甲真贵。另外讲到枣啊、莲雾等咧大出，也因为去年8月落大雨影响，这产量有较减少，不过目前数量甲价销也拢真稳定。
加入花卉专区，目睭看到的拢是各种真水、真稀奇的花卉盆栽。旧历年要到了，不少民众特别来遮景，也有民众注意到部分花卉的供应量变少。我拢一定爱买菊花，今年感觉菊花伤过少。可能因为去年疫情稍微有影响，所以今年啊，他们的供货每一种花卉好像过年应景花卉都产量少了一些。业者表示，今年花卉产量差不多减少1-2成，所以虎头兰这种应景花卉真侪人买。蝴蝶兰因为抢买，所以价销起1-2成，其他价销是平平啊。那花卉像讲屏东南州的莲雾，因为送到厝通路拓展，明仔载也买去同款真好。买气算不错啦。因为那个莲雾它本身红色嘛，讨喜，而且送礼的话，双方都会很满意。一粒一粒大粒、佮水的蜜枣，装入咧阿爸准备出货。高雄真爱蜜枣过年前拄好是采收期，国内订单就接袂完啊。啊，毋过旧年因为雨季的影响，伊估今年产量减少差不多3成。后来等我甲些花粉洗掉就先讲因为开花要左果粒调过调较无遐济。总你有调下了，佮9月我佮一阵雨过来。你都调开做啊小果，因为落雨关系，又搁落掉。虽然蜜枣甲莲雾拢因为天气减产，啊，毋过农会甲果农也表示，目前莲雾的价销并无明显波动，蜜枣一斤起差不多10块，过年前物价比较起来是真平稳。记者综合报道。后面按算要甲核能甲天然气列入去绿色能源投资项目，不过伫咧会员国内面有人是同意，也是有人无同意。亲像奥地利，因就真反对，因为环境部长也讲，若准这个后面通过决议，会用法律来xử理。后面执委会有意甲核能甲天然气发电列做绿色能源，对此奥地利表达强烈的反对。环境部长格威斯勒表示，若是执委会投票通过甲核电列入绿能的投资清单，奥地利无排除要采取法律的行动来反制。Fossiles Erdgas ist CO2-intensiv in der Verbrennung, setzt Methan frei im Transport. Die Nuklearenergie hat alle ihre Probleme aus dem letzten Jahrtausend nicht gelöst. Beginnen wir nur bei der Frage der Endlagerung. Keine dieser beiden Energieformen ist eine nachhaltige Energieform per se und hat deswegen keinen Platz in der Taxonomieverordnung. 奥地利伫1970年代末期就固执发展核电，1978年11月核电的公投反核派小幅胜出的结果，互已经起好而且开高达10亿欧元的紫尾塘核电厂将难捌运转过。换一句话讲，奥地利是将难捌进入过核电的时代。除了传统的核电厂，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所创办的泰拉能源，也在去年11月宣布，要在美国的怀俄明州小镇凯莫勒来兴建一座新式的核电厂，使用纳冷式快中子反应炉，讲相对较小而且安全，预计爱开40亿美金，发电能力达到345万瓦，应提供34万5千户家庭来使用。Today's reactors are safe, but Natrium is that next level of safety. Doesn't rely on any outside sources of power to keep the reactor safe, following some unexpected event. There's design differences too. 另外，将面最近瑞典几哪座核电厂，包含福斯马克、林卡尔斯加奥斯卡萨核电厂，连续出现不明的无人机驶来驶去。水电公安局这情报单位已经开始来调查。公视新闻林浩卢编译。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因为因的人伤过济，而且佫直接发生天灾，国会即马是通过刷首都的法案，按算伫咧2024年进前，要甲因的首都刷到东加里曼丹。印尼国会10月通过迁首都的法案，新所在经伫咧婆罗洲的东加里曼丹省，总统也核准新首都的名叫做努山塔拉。伫调查府内面代表的是滚岛。政府按算要伫咧2024年进前完成迁都。Secara fisik pembangunan ibu kota baru di Kalimantan Timur ini harus dijadikan momentum untuk membangun sebuah kota yang sehat, kota yang efisien, kota yang produktif。首都雅加达人口有1000万，人口真多，路真宽，污染问题严重，长期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层一直下陷。再加上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互当地电力做大水。专家预测，2055年雅加达有1/3的土地会河水淹过去。所以，即马现任总统佐科威伫2019年就提出迁都的计划。新首都的所在伫咧印尼领土的中心。四周边有热带雨林包围，较无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
对其他所在来讲，交通也较方便。而且政府想要把新的首都建造成集团中心，发展制药、医疗加科技业。Kita memahami kita sekarang masih dalam situasi pandemi COVID. Dan kita juga sedang dalam rangka pemulihan ekonomi. Dua hal ini akan tetap menjadi utama. 政府初步估计，迁都的成本是325亿美金。政府就会家己存其中的19%，其他是由民间也有其他的投资。迁都的计划分做5阶段，第一阶段会升起公路也有港口，另外伫婆罗洲岛也有马来西亚加文莱。伫咧印尼迁都了，也固定会带动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增建基础建设一个另外的分配。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做软体的大公司 Microsoft 要开发游戏产业，今仔宣布要用美金687亿的金额，甲电动游戏的大公司同时部署买落来，也创下有史以来用上介悬的价销甲游戏公司买落来纪录。18早起，微软的执行长纳德拉透过线顶会议宣布这项公司史上上大，也是全世界游戏业界上大收购案，将会以1个95美金的现金收购同时部署，价销比顶礼拜五收盘时阵加差不多45%，交易金额到687亿美金。微软为主，ក៏成立新的游戏部门，讲这边收购会加速微软游戏业务的成长。包括着手机、倒机、游戏机加战略平台，为整群元宇宙提供基础。同时，部署旗下也有决胜时刻、魔兽世界、暗黑破坏神、糖果团机等热门的游戏。若是摕到伊，会当互微软家己的 Xbox 游戏机实力更加强。消息传出了，同时部署股价盘前去37%，收盘去26%。不过，是毋是有法度通过监管的审查？和微软正做腾讯、索尼了营收第3大游戏业者，也有变数。I think that from Microsoft's perspective, they're getting a bargain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really vastly expand their library. It's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the regulators will allow Microsoft to exclude PlayStation from the mix. And that's the part that could be an impediment to the deal getting done. 同时，部署伫最近常常传出纵容性骚扰、性别歧视的文化，甚至遭受到加州的检察长起诉。微软讲会继续关心同时部署改革。被点名爱下台的执行长科提克，伫收购了又愿保掉伊家己的位。That's why we believe it's critical for Activision Blizzard to drive forward on its renewed cultural commitments. We are supportive of the goals and the work Activision Blizzard is doing. 游戏产业伫几年有真侪合并案，写到列车手的电玩母公司 Take-Two 吹集则以127亿美金收购社群游戏开发商 Zynga。这个相关的收购记录一礼拜就和微软拍布超过。公司新闻施惠两编辑。伫咧早起时阵，总统府正式宣布，讲副总统赖清德会带团去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6天5夜行程会严格遵守防疫规定。赖清德倒来到台湾了后，会伫台南的徛街进行14+7的祭礼。这回总统有特别交代3个任务，而且这届出去访问，赖清德有机会碰到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咱的友邦洪都拉斯的新任总统卡斯楚，伫27日举行就职典礼。总统府宣布讲，要派副总统赖清德担任特使来去祝福。这嘛是赖清德伊上任了后头一遍来出访。这个祝福团因的成员包含有总统府的秘书长李俊毅、外交部次长朱大雷。驻美代表萧美琴拢总有26个人，并且是互这个卫福部立桃园病院副院长来担任随行的医疗防疫工作。总统蔡英文嘛正望讲赖清德会当含这个特使团来完成3个深化路径的任务。这一次的特使团也是代表台湾走向世界。蔡总统不只期待未来两国在国际上能够继续相互扶持，共同促进发展，也期待我国与洪都拉斯等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携手努力，对各项全球议题做出重要的贡献。总统府嘛强调讲，特使团会来采取专、泰、价这3个原则，
会正严格来落实防疫，专程拢是会坐专机。赖清德伊返来台湾了后，会伫台南的寓所做14天的隔离。这座行程是6天5暝，会伫25早起来出发，27到洪都拉斯来参加典礼，30个暗时返来到台湾。伫途中是毋是要过境美国，这嘛引起真注意。有关过境的安排，我们在有关的相关的行政跟细节正在跟过境点的政府在磋商中了。过境的地点，总统府还未证实。不过有传出讲，有可能是美国的洛杉矶。当地侨胞嘛，当咧讨论讲，是毋是有要准备郊宴？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嘛宣布讲，是会派副总统贺锦丽来参加韩国的就职典礼。赖清德有往问讲，会当和贺锦丽有共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再起审查食酒赛车刑责的刑法修正草案。佮落为一个立委是提案讲，要甲这食酒赛车的罪行纠关到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不过法务部加司法院对这款的态度是真保留，烦恼讲这无符合罪行相当原则加比例原则，所以含调也立委无达成共识。这立法委员也要求这法务部就要针对着立委所关注几项焦点，去再思考对策，伫拜五时阵，佮再开会做审查。为了阻止啉酒开车的情形，调解立委总共提出14个刑法修正草案，其中包含提高刑责到死刑。不过法务部提出罪行相同原则加比例原则观点，无建议一直加重刑责，因为立委质疑是伫咧拍假球。法务部为什么不能够积极配合修法？这样会不会陷苏院长于不义？让大家外界说这个苏院长是这个打假球。台湾并没有，到目前为止并还是没有废除死刑啊。因为社会大众还是期待我们能够以一个更高标准来要求，并且具体的态度来遏阻酒驾、毒驾。法务部回应表示，法规在执行，若是啉酒开车定罪死刑，法院最后是不是安尼判？加上国际人权两公约规定，法官判死刑了后是不是会执行？民众若是有所期待，恐惊搁再受到伤害。另外，酒醉开车致死判死刑，那安尼无涉罪，又应该安怎判呢？法规执行，大家念法律的人都知道，不能执行的法律，没有人会怕。我们是判死刑就要执行死刑，才会有威慑力啊！人最怕关，法院尽量判6个月以上，他就没有一颗罚金的机会。由法务部甲司法院对啉酒开车致死的相关刑责，是毋是提悬到死刑，还是无期徒刑，态度保留，甲各党立委无共识。会议主席国民党立委叶玉兰最后宣布，立意继续审查本案，要求法务部对立委关心的相关问题提出对应的法案版本。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审查镜电视新闻台申请设立案，国旗许可镜电视新闻台设立，这做是要90年以来头一个通过申请设立的新闻台。NCC 讲，镜电视以民间版本的公共媒体做自我基态，内容包含着环保、绩效、手机新闻等等议题。因是伫咧2019年提出申请的，经过几落摆的审查甲补件，已经再审通过了。立法院最近伫咧审年度预算，国民党团提案要减少台基台委托华视做节目的补助预算，而且要求华视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合作关系就要停止。华视总经理伫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强调依护新闻自由立场，嘛讲家己无迄个才调威胁上界大的在野党。立法院国民党团要求华视检讨停止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合作关系，而且提案台检甲冻结台语频道委托华视制作节目的预算。不过，华视总经理郑宏嘉表示，这有插手新闻自由的嫌疑，要求国民党提案无着举办记者会，引起国民党愈不满。华视19举行记者会，批评国民党插手新闻自由，嘛讲家己无迄个才调，会使威胁上大的在野党。昨天我们去立法院跟国民党党团的办公室去协调预算的协商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说明了，其实我们去年跟事实查核中心合作的这个约就已经终止，因为这已经牵涉到新闻自主的一个底线。我希望他们能够撤案。媒体会关心的，我的去留，我来华视担任总经理是遴选产生的，我的去留，我要跟董事会负责。
董事会的决定我都会接受。国民党表示，台检台语频道预算是因为自过去华视的采购流程有问题，才会提案，而且说明迄条补助是补助给华视制作台语节目，虽然可能伫公司台语台播出，但是无牵涉台语台。文化部108年的9600万的这个预算给华视做这个节目没有按照政府采购程序直接的分配，私相授受给5家公司8700万。109年华视也是制作相关的节目然后这个是做台语频道的。好，他这个采购案里头被质疑评审委员与特定厂商私下往来。国民党表示，郑鸿嘉若对提案有意见，应该提出说明，无应该以开记者会威胁党团，批评这是插手立法院运作。不过郑鸿嘉表示，国民党以政治插手新闻，开记者会是为了说明华视对新闻专业甲自主的坚持。记者郭不君张水台北报道。伫咧政治站丁芳核试抢的公投无过关，有媒体指出讲，伫咧新北市贡寮核试会照计划改做是综合电力园区，除了会使太阳光电加风力再生能源以外，要一台20万瓦小型的天然气机组。不过台电表示讲，这个计划是还未定案，要和地方沟通了后，才会对外做说明。核试丁芳的公投无过关，外界关心接续台电运营的方式。台电按算甲核试转做是综合电力园区，目前的方向除了会设置风力、日头光电再生能源，嘛会做一个20万千瓦小型的燃气机组。不过针对这点，台电表示一切拢伫咧规划当中，那定案了后会阁对外来说明。我们还有小型的机组在规划，我们还有储能这一类的，我们也在规划。我相信我们的土地的问题告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就会积极来做这些所谓的电力园区能源的转型。台电年尾记者会的时阵，讲会先把资产维护的工作先做好，因为目前核试并无正式宣布废止的时间表，土地问题嘛需要进一步请内政部来解说。不过配合能源转型，增加兴天然气、减少土炭的方向是无改变。针对这点，台湾环保联盟嘛乐观其成。这个长此500多公顷应该有一个整体规划，也应该跟地方居民做说明跟沟通。基本上，台湾会有一段期间减少人们用燃气是一个过渡方案。另外，台电预估为1月底到3月中，供电拢是稳定，嘛互外界烦恼讲，去年大停电的情形，敢是会阁发生？我们白天的太阳能发电呢，就到晚上就比较难以去利用。那所以呢，到了夜间里面呢，会有一些负载的状况。那因此呢，我们现在其实呢，也尽量来把大修机组的排程，还有我们一些的抽蓄机组的一些抽蓄，配合白天太阳能的使用，好让这样的用电能够更为充裕。针对这点，台电回应讲，今年水库的脱水率是维持伫95%以上，尤其是德基水库是以水力发电为主，目前要挖满水位，欠水率若有够严，嘛代表供电无问题，请民众唔免想过头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昆林大比，大部分的农民拢是种稻啊。其实这个所在因过捌种真济甘蔗来扩糖。最近大比乡的上义村就伫社区内面做一座古早时代糖铺，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伫甘蔗园走小肉，看牛车拖石轮，甲甘蔗刻接做糖，是大比乡济时代伫细汉时仔的共同记忆。昆林大比乡过去捌做糖，毋过这段历史渐渐互人放袂记啊。当地上义社区都打造一座糖铺，互时代会当来遮中心体会早时的景象。迄阵啊，拢伫迄个蔗坪遐，爱用牛车拖去遐贴火车，贴火车拖去后尾。较早火车拖落去，拢会去偷收甘蔗咧。啊，拢爱来遐打喷吼，等于做地位啊饲猪安尼，系啊，像地位啊遐吼有伫做事啦。根据文献记载，因为社区外溪边拢是沙坡地，先民来台湾开垦的时阵，只好种一寡较无接水的食物，甘蔗就成做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因为阮的先民为清朝尾啊，为大陆来遮的时候，就伫这溪边啊、田路底啊，开始来做糖啦。啊，因为这是历史的原因呢，那引证讲我们这边是台湾糖业的故乡，最早发起的地方哦，最大的意义在哪？在这个地方啦。起这座糖铺，除了要加强地方特色，传承珍贵的历史，社区也希望透过打造地方的文化，会当社主济游客来遮佚佗，促进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埔里的爱兰国小就当前特别安排学生囡仔写一张予未来家己的批，而且佮带伫咧校园的树仔卡内面。今年拄好是10年经过咯，即阵已经对大学毕业的学生回来到母校，也甲批挖出来看，看这10年来的改变，真趣味也真感动。大汉走入社会，你敢阁会记得细汉的时阵的梦想和约束？和我的好朋友同班，非常感慨。南投埔里爱兰国小有一群已经毕业10年的学生，照10年前的约束返来学校。学国小6年的时阵，写好带伫咧涂骹底的愿望和期待。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其实不太记得自己10年前到底写什么，然后有一种生命回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醒自己小时候对自己的期望有哪一些。我写的愿望是希望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其实也没有想到说我可以音乐走那么久。那到现在，其实我也在继续走我这条路。不少人拢表示，早都袂记得当初批内底到底是写啥。即便转来看这寡批，除了感觉真心惜，回想起细汉古锥的点点滴滴，嘛会当检查家己，看敢有照当初时的目标咧行。老师嘛表示，看到家己的学生，大家人拢有家己的成就，实在是真欢喜。10年后，大家都很有成就，然后变帅，然后变漂亮，然后每个人都成长茁壮，那我就觉得很欣慰。今天如果没办法回来的话，我们会把他们当初的梦想用书信的方式寄给他们，期望爱兰国小的孩子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继续追寻他的梦想。即便计共有20位学生回来参加活动，甲真久无联络的感情总扣回来。学校表示，有的学生因为有代志无法度回来参加活动，学校按算甲这寡批寄予因。毋望鼓励因伫咧大人的世界当中，嘛当保持做囡仔的单纯和梦想。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内湖3总进前有一个病人因为破病，伊的角器刷微刷到目睭下面，那准备随来治疗恐惊的痴迷。这个手术爱对伊目壳边啊，甲这喙齿挽出来，这是一个真困难的手术。不过医疗团队也是完成啊，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23岁柯小姐顶一日食物件的时阵，感觉喙齿是落癣，去病院予医生看。经过影像的检查了后，发现讲伊倒边目睭仁下骹竟然发一个喙齿。若是无做治疗，喙齿继续发；若是去拄到目睭仁，恐惊视力会有受损的风险。到在有随开刀，为伊目睭下骹甲喙齿挽起来。经过手术，总算甲迄个2公分的组成牵起，人工角器挽起来。除了在外貌上面以外的话，但是像饮食啊、吃东西方面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我的咬合功能。负责治疗的3总医疗团队表示，柯小姐是治疗顶下頷骨纤维性发育不良病变，致使2边后簪发袂出来，所以甲正边的角器挤起伫鼻仔的位，倒边的角器放挤起伫更较悬的所在，也就是目睭仁下骹。手术下颌会诊耳边后科、眼科，也佮有麻醉科等等的专科医师，整合3D 列印，经过4点钟的手术才可以完成。手术相当的精细，也花时间，因为避免这个眼球的伤害跟鼻窦里面的出血，所以手术光上颚的手术也花了大概3到4个小时。医师表示，这个个案的病情甲因端是真特殊嘛，真复杂。为目睭仁下骹挽喙齿，也佮有顶下頷骨头中建，这是全国的头一个。伫咧全球的文献内底，这嘛是真罕见。建议民众应该定期做喙孔甲喙齿的检查，避免去牵着治疗的时机。记者综合报道。特别休寒所当着疫情当咧紧张，高雄有5间国小因也当咧推广利用手机 App 来做运动，透过 AI 体感互动，会当看讲运动的姿势敢有正确。希望囡仔休寒踮厝内也会当甲家长做伙运动。3秒钟的定位的话，就可以抓到我们的骨骼点。囡仔对电视顶悬的教练做伙练跆拳道，画面会显示姿势敢有正确，而且佫会拍分数。毋但有跆拳道，嘛会当练跳舞，拢有专门的教练。AI 体感互动体验，学生感觉真趣味。毋过，若是问因电视运动甲实际去外口运动，倒一项较好耍呢？我会觉得实际上跳舞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不用看着荧幕，眼睛会比较好。如果太无聊的话，一直看手机也是不好，所以可以来用这个程式下载。高雄市府甲业者合作，打造这个线顶的健身平台，有真侪运动，予12岁以下囡仔体验。只要用手机 App，
会当接电视，囡仔歇寒踮厝内，嘛会当甲厝内人做伙运动兼防疫。目前高雄有5间国小试办。阮是为顶礼拜开始，就是阮体育课的老师，会放那个下载 APP 了后，互小朋友体验那规班拢会当做安尼。大家做伙对教练做运动，真热闹嘛真趣味。不过 AI 体感互动，互囡仔歇寒加一种运动选择，市府拍算以后会当全面来推广。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5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咱再相会。Thank you.